好，來繼續來看台北市有一間賣素食的自助餐，互人客指控賣了傷貴咯。講伊去買2粒的便當，竟然要646塊。自助餐的頭家是講，因為因所使用的是高級的食材，所以成本較懸。花椰菜炒甲油金油金，佮有濟米滿的素菜，優在人客揀選。離開時，佮人較一碗米素湯。不過民眾耳講，伫咧台北市這一間素食的自助餐廳消費，屬防當做歹拿。菜色有豆乾、高麗菜等等，民眾講食素伫要20年，第一擺嗌到2粒便當伫要646。伊觀察店內無啥介紹，自認家己推才怣怣付錢。佮講家己就是食菜的歹拿，走出 Google 地票評論，若叫增加介紹收貴細節，大家嘛攏罵甲臭頭去。有人青菜嗌少少也得219塊，實際來到當事餐廳了解。民眾介紹的是凊東才知影偌濟，開錢開到心肝頭會丟一個。業者講，因的菜色1兩23塊，飯是1兩0.25塊。我覺得現在菜很便宜，太貴了。菜色會換，然後吃起來比較健康，我還可以接受啦。東西不一樣啊，你要吃吃看才知道啊。現在食材都是蠻貴的，因為我們用好的米啊，香米啊。餐廳自助餐之計價方式係稱重還是按照種類分別計價，應於營業場所以適當之方式充分揭露，並於結賬前告知消費者計算過程及總額。本案店家恐已違反本市消費者保護自治條例第9條規定，依規定最高可處10萬元罰鍰。這一間素食餐廳在地經營30年，不過現場無明確的票價，卻批評介紹無透明，嘛互濟人佇咧論戰。Hello， 我是張新文。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